各位乡亲好，日本日我下组的行程迄来，苗栗县太湖乡的太湖国小来上课。大概就找到了位一只头前的站牌，也做很多福德祠。福德祠主要有北宫庙都有啦，福德祠。可能就来行去好高度方条我是嫌疑是主的啦，坐个一接去客运啦就56线呢。 你到太湖那片啦，对于苗栗火车头日来要坐几点钟诶？跟司机有耐心的听听的事也太湖乡咩青少年应该讲出门要看天色，来大早出门的时节啦，爱讲亮亮的，有六街两碰线上，忙地都同住你都紧出汗啊，系啊，1点空的大概1点10分的课啦11点半小学生就不用学，全部不用学退的故说没看没许多学生的，没许多声音的，咱唔系讲 YouTube 上传样片的时间，有感受到声音的儿童的。 样片就较有争议啦也就木也就行登去也太湖国小的正门的，伊迄只巷的，牙眉每家就带牙味今放的有一谈讲当好色的咸草啦、豆腐花啦，还有好的鸡肉的也见，好啦，你去了。 送礼班来家边太医嘅，唔掂落等伊嘅时节，佢怪从写出来，呱紧起太湖那边的怪，你当系树迄种细型的人家讲嘅嘛，枪竹怪蜡怪嗰种嘅。 也咩要当多一啲，人家不话条摆我而家学到条前去当点签啊！今日去到太门后，我就来结束也摆样片分享俾大家啲讲，太湖国小那摆状况系安尼其实佢。 风景较好的，迄哪个站门？今日谈到过来上这个鸦片嘅路牌啦，来切脱了，又是叫太门。